喝多了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真没罪，你接着赔认罪。皇上，明日啊，您还要早朝呢，您还是早点歇息吧。来，皇上小心。皇上，哎，床在那边。皇上，哎，小心啊，慢点儿。来，皇上，倾城啊，今夜是最后的良机，你可千万别再犹豫了。可是，如果现在就杀害了皇上，咱们的身份就暴露了。我们倒是可以逃出宫去，却会连累永和宫的众宫人啊。你放心好了，王爷给了我一瓶秘制毒药，康熙喝了之后要7日之后才会发作，到时候谁会怀疑到咱们的身上？原来你根本就没有喝醉。这要是真的喝醉了，那岂不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臣妾不忍伤害皇上，可又担心小弟的安危，左思右想，我才想到了这个，向皇上自首这唯一的办法。皇上，求您公开下旨，就说臣妾弑君失败，却又拼死不肯说出幕后主使，所以被处以极刑。这样，平西王看在臣妾没有背叛他的份上，兴许还能饶过弟弟的性命。皇上，丽妃娘娘虽然犯了滔天大罪，但是她也是被逼的，能不能让她将功折罪啊？主子，要不要马上派人把雪嬷嬷先抓起来？先不要轻举妄动，这个雪嬷嬷不会是个小角色，朕的心头大患是吴三桂。可惜啊，这朝中重臣意见不一，有些人真是猪油蒙了心，到现在还想着与吴三桂维持现状，却不知道吴三桂已经动了弑君之心。皇上，那捉拿了雪嬷嬷，不就能证明吴三桂的狼子野心了吗？那时候谁支持吴三桂，那就说明他对皇上不忠，是奸臣。二，你是不知道这些朝中大臣有多难缠，他们一面受着吴三桂的好处，一面又忌惮吴三桂的实力。若是到时候雪嬷嬷抵死不认罪，只有雪倾城一人为证，那他们还会一口咬定这个雪倾城不是吴三桂的奸细，而是朱明联盟的奸细。到时候还会劝朕休要中了离间之计。雪姐姐怎么可能是明珠谷的奸细呢？她弟弟还在吴三桂手上呢。臣妾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弟弟，实在不知弟弟是否安然无恙。没想到后宫之中居然混进了吴三桂的奸细，还受到了朕的宠爱。如此丑闻切不可外传，只能朕和你们几个知道。奴婢明白。奴才遵旨。至于这个雪嬷嬷，咱们切不可打草惊蛇。她既然要弑君，那朕就给她这个机会。只要坐实了吴三桂的弑君之罪，这样朝中大臣就再无人敢替吴三桂辩解，统一了群臣之心，要对付吴三桂就容易多了。皇上英明，奴才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叶欢，这次你又立了大功。皇上，那您的意思是要重赏奴婢了吗？对，朕允许你再去宝库中挑选几样宝贝。多谢皇上赏赐。那丽妃娘娘准备怎么处置啊？丽妃，你虽然有罪，但都是受人胁迫，情非得已。你冒死向朕揭发了吴三桂的阴谋，又处处替朕打算，足以见你待朕的一片真心，比朕的数万心更值得朕珍惜。
朕今日便赦了你过往之罪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舒婉心，舒婉心就是你。这潜入后宫之中行刺一事，全是吴三桂的奸细雪衣居士一人所为，与你毫无关系。臣妾谢主隆恩。所图、叶欢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奴婢听明白了。奴才听明白了。恭喜丽妃娘娘。恭喜丽妃娘娘。是我太大意了，像你这样一个谨慎克己的君王，怎么可能会放浪形骸、大罪而免？哼！不过你今天也出不了这个永和宫。师父，你还不赶紧认罪投降？清城，你……我说康熙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？原来是你出卖了我！你跟吴三桂一直以小弟的性命胁迫我，可是我弟弟早在3年前已经意外身亡了，你们却一直瞒着我。你弟弟根本就没有死，他还好好活着呢。你别骗我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，我已经全都告诉皇上，皇上也饶恕了我的过往之罪。师父，只要你能悬崖勒马，真心悔过，协助皇上早日铲除吴三桂，皇上也能对你既往不咎的。清城，你真是糊涂！你怎么会不相信为师的话，去相信这个皇帝？清城，你弟弟他真的还好好的活着呢。雪衣居士，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再骗雪倾城也是没有意义了。康熙，是你骗倾城说他的弟弟已经死了吧？可是你怎么能识破倾城的身份？其实早在山西的时候，被吴三桂的人马追杀，朕就已经怀疑你们了。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们，可是你却一直不动声色。你城府之深，果然是做帝王之才。我雪衣居士又怎么可能对王爷背信弃义？那岂不是天理难容？皇上，王爷是先帝封的藩王，对大清有恩，绝无二心。这次雪衣居士行刺，是我一人所为，与王爷毫无关系。你真的就心甘情愿替平西王去死？师父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皇上说过，只要你能指认吴三桂的罪行，就能饶恕你我不死。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这个阴险狡诈的大清皇帝。倾城，你既然已经出卖为师，那么为师也不会再念咱们师徒之情。皇上，你只知道倾城是我的徒弟，你可知道他还有另一重身份？皇上，我雪衣居士的敌人是朱明，并不是大清，所以对皇上而言，无论是我还是王爷，都不是你的敌人。你真正的敌人是那些反抗朝廷的乱党。自大清开朝以来，一直有文人以前明臣子自居，不肯到清廷就职。各地也一直都有反抗朝廷的乱党，不过那都是小打小闹，不成气候。朕现在心里最担心的就是吴三桂。看来皇上还是低估了那些前明余党。这样吧，我雪衣居士任由你处置，只要不将我的罪迁怒于王爷身上，那我将戴罪立功，揭发这宫中的另一伙奸细。前明的晋王李定国，他并没有死，而是领导着一股反抗朝廷的力量。这些年，他们韬光养晦，形成了气候。只要皇上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就会揭发这宫中的李定国的奸细，并会和你们一起剿灭明珠谷。皇上知道，这明珠谷地势险要，机关重重，只要有了老奴，你们才有可能将这明珠谷一举剿灭，永绝后患。师父，你这是要引祸江东，为吴三桂开罪吗？皇上，老奴所说的句句是实话。这李定国在宫中安排的奸细，雪倾城就是其中之一。
为了替你梅花门复仇，为了效忠你所谓的大恩人吴三桂，你在明珠谷藏了这么多年。六师傅，你可真是忍辱负重。你是？六师傅，我奉旨擒拿你。永和宫外到处都是高手，你逃不掉的。你我师徒一场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你投降吧。我说皇上的功夫，怎么会突然间这么高？原来是你，师傅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吴三桂是天下人人唾弃的大汉奸，你为他卖命，这会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。现在醒悟还来得及。古人云，女人为了爱情，什么都可以牺牲。你是为了他才背叛为师的吗？我杀了你！六师傅，论功夫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投降吧。罢了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以死来向王爷谢罪了。师傅，六师傅，倾城是您从小一手养大的，就像您的亲生女儿一样。她狠不下心来对你，难道你要狠下心来对她吗？他现在眼里完全都只有你，哪有我这个师傅？六师傅，灭你梅花门是明君，欠你的是我大明，是朱氏，跟倾城没有半点关系。你放了他，我来做你的人质。我的武功虽然不如你，但是我的心智却胜于你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。不要伤害薛姐姐！六师傅，你听我的，你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如果你现在杀了薛姐姐，你不可能离开紫禁城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放了薛姐姐，我跟皇上求情，让他放了你，怎样？少在这假惺惺的！我现在就去见康熙，我要把你们所有人的真面目，还有这明珠谷所有的秘密告诉他。大不了，咱们到时候鱼死网破，两败俱伤。住手！大胆狗贼！赶快把丽妃娘娘放了，饶你不死！丽妃娘娘，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！你们把她当娘娘供着，却不知她是反抗朝廷的乱党。你说什么？不光是她，还有这李太医和她所谓的妹妹李易欢，他们全部都来自前明余孽联盟的明珠谷。够了，薛居士，你受平西王指使刺杀皇上不成，反而挑拨离间，诬陷我们兄妹跟丽妃娘娘。你以为皇上现在还信你吗？薛嬷嬷，你若再胡言乱语，我便自行了断。京城，你虽然出卖为师，但是为师不是真的想让你死，更不想我们两个人都死在这儿。师父，易欢，你如果想让我放了倾城，除非你来替他做人质。不行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环妹，放心吧，朱哥哥，他现在只想赶快离开紫禁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伤害我的。拿我来换薛姐姐。易欢，走，让开，都别动，让他们先走。让开，不然我杀了他。